我直接说咱比一般是的酒店，俺看这酒店现在完了你都约的了，大巴是陪我吧，大可能的，俺不陪的，俺还有在东山人民在上，俺学个不陪不上啊，今年出生的多少钱噻？其实学个不懂，不了吧？我这里听二楼上说是哪啥子的，是的。大概是的，生意当俺生意那去呢，俺生意老板我当俺穿不起那个。我生意呢？生意老板，这个是生意老板妈咪是吧？现在俺不觉得。我妈咪，他们是扬州的，扬州的后面应该是个妈咪，但他那好吃呢。就觉得干干是吧？他说那个。他属于哪个？这他做不是多他妈干车的，多干不是那多少个，今天妈妈听才对吧？所以呢，那。我生意呢，去呢，有时候他们很忙的时候没杯子过来呢，你给他让俺服务员对不对？生意不得听你的说。生意呢，不行了不了。看这懂不的？你说的惨嘛？俺的种菜的。谁说卖了喽？我要是个土豆的。要不没我的生意也不知道，说你不谈不得准备我分不？你说不是？那么你姑娘是你现在多少钱？那么你姑娘是你叫我那么多，你少点吧？叫我啥使用用不是去？我其实嘛，团队你们都是然后你说是哪吧？那你嘛团队你不或者什么是不会小团动哪吧呀？我直接说咱比一般是的酒店，俺看这酒店现在完了你都约的了。还没哎，你有看参与过俺直播间了，不庐山升龙吧似的。是你上他们那边三姐。贵死，啊是贵死的小意思。叫他们上哪边？贵死的，两个三千七。还是开玩笑兄弟，开玩笑。人家讲啊，别担心。白天几点就起床？大概俺头的人们是他们那个生意色的，你是的兄弟哥那他们三。这哪天你给这股钱让你买的？哥哥，我随时喽。来了，好的。他们搞不，我们搞不起来，但是我这没给我，不天真的呢。但是有时候俺都用这个，他说什么都分给不多，没办法，还分不出。好爽我操！你是说是？老帅哥啥哥别说了，才是我哥那个。个别好哥，那到赌场这么多年，我们应该做什么？他说起贵是过3年回了，大家到底还说那脸上啊，认识不？认识些是年轻。还是必须东西太说了，他们怎么是你们家里说？还是那去，他的心里边的打，这就是我。那个不得叫主动才行。欢迎我哥去哥，欢迎我哥。外面下大雨，不要哥。他不行。哥，你下班了吗，哥？关门了吗，哥？你应该关门了吧？这个把关门进去。当然的呗。还是那个，那时候名字到公司，你十九五说啊，你说啊，这是您卡啊。这是你们看这里，我觉得对呗。啊，对呗，直播。店面直播的，不是我。他说个，他是那直播直播的。我叫我什么直播店面，不是这你不要说的，当时名气说是你们看这。我叫我们绝对是有语气哦。家里光他是录。他说的，他说他是那直播的个，然后你他那说个的。100-1600才下面，我呀，打开那开才是，大概跟这10年的。我们自身是套路，好的。你可把什么给到家洗澡睡觉嘛，哪有？到工作时候，现在嘛，大家咱名字按嘛，你小子。那我们专系的。我呀，说是记得不？把寄给你手机破装，控制是能设装。我要举报你，给不起多，给不起多。不是啊，你合作的事，我合作的关你屁事，所以我的话，
妈嘞！一些我不知道是啥，也不好吃的，啥没打，对不起啊，是对的啊。尽管嘞，小矿啊，还是啥子地方哦？举报的去我了，我在躲这边过来一下，有人抢我的手机，不让我沟通，啥子？好的好的，你在哪位置嘛？我查一下，但是。啊，这家读书工作很那个就是摆个什么方法子，要么绿色，要么绿的点。你说的叫 KTV 过来的，你学下，而且了你当然赶不住啊，啥子做啥子啊？帮你摆个什么方法子？妈的，我叫我啥地什么是你的情况嘛的？但我都开始去做那闸北我那懂不懂？啊嘛，但我讲是没得，闸北我都不吃没得，可不吃。打不起没得，不晓得。啊，英雄杯。我听得懂不得？干杯吃小一做两个吧，是那不给聊下去。你都给我嘛了，但我现在我们在讲，那结果拉萨合适对吧？起，3年多块的给门出手，工作送上咱们这么多了，是那爬起不爬起？那多少？要不我懂不懂？妈的，其实那边拉萨和朋友亲戚还亲吧呀？就是而且咱们对吧？而且你像那种啊，拉萨和对吧，长辈在一起，人他妈只能不都是说，啊，就谁家没得？这就是这边。你不说我们知道，你在你会支持嘛？忙着关心对家经济或者好意思回去啊，不要像今天我们陪你聊天说啥啥子，那电话做不到，寂寞的嘛。俺那看见那个工作拉萨大和工作过来，你说吧，你说，就钓鱼的嘛，钓鱼的嘛是。咱们的不能嘛，亲不的吧？你就你别的吧？你这洗的我都洗。你洗吧，可是俺那东西我工作洗不我。俺这看就是呢，俺这是的说可多年嘛。咱们的，俺这个了，咚，说个能不能就是嘛，都死过嘛都。你如果就把宣传是，你如果你个了路不吧，表达出来是就可能我的时间的泡沫是伢的是，今天我直播了，别引出去，直播我播就可能几点是。大家介绍一下，那位置看一下那个里面的给没点的是了，人货嘛，老板你干嘛了？这样啊来就是，或者把这的都是下过了嘛，都叫啤酒的，你都啤酒出来啥事的，你说会？工作是不是这么多事的？俺们这是不认识些什么钱？俺怕是那里是啊。那工作阿家的那是不是那种呢？工作是没，就是俺给不起他们了，哦，当然退钱一下，懂不没？当俺们他们钱给没，大概都是没做，或者是到时他们的生意怎么样，你经济过真的是，完全是。啤酒咱们都没吃过。啤酒东西，叫呢他把叫什么吃了没用的，听你的送的。我也说小帅给一些了。一直都在叫什么听不清楚在叫什么。那边我来弄弄嘞。我说你们去工作生日的时候，蛋糕都是看起把给不是给我是个花的。给我们拿出来是不是？阿家我女儿嘛是，搞不现在的话，但我们太需要了。蛋糕的底是就花，那蛋糕没得，这都没得。叫我你的送的从你的叫我们小姨子都在想着学的叫我们。路上都是呀啦，叫我们这是你讲叫什么地方？呀啦，路的是啥意思？我说顶级是叫啊，我是这个无聊事，对。啊对呀，什么叫大家不是那种啊？什么叫？有时候我们这种事情我们就真不学着。我第一站没学习自己比较。但是还是对你把它听住。我听说，我今天怎么做？叫听见了。啊，我到时呀，有的东北叫啊，那些个白嘴东的那个，那个吃的。然后就分组噻，不是有个分组吗？
汾酒动不了吧，两三时间。我喝那个汾酒的话就马上醉了，要不然我喝啤酒的话基本上喝不醉，真的。啤酒喝到热死呀，你就啤酒的，热死东热死东西。但小帅，啊，你不带买回个死过我们就当个对你，可以。没历史。那这么的起码的吧？哦，到底哎，你这么的下家啊？他第是先来开始嘛是。平时你就说俺没几个平时给中国打死我嘛打，哪块开出单就难的。你几个平时给差不多嘛。回关需要热气球哥，热气球空气对吧？这个要求不过分吧？对吧呀？这那运动啊，我不要说的啥个这死过嘛，当然叫直接在动他那是死的。咱们都那个开始单独伙计请，你要我兄弟做的酒吧老板，没啥问题，多出，俺都多的还是没多了，真的是真的个，热气球回关，马上回关。热气球回关啊！俺来地图是吧？是不是地图老师？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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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今天你的工作还洗完了你什么样的？但是确实是形容一下。这个是蛮自然的，但是我同听一个我这个发是的。啊，再看吧，对吧？但是都会有个结果，没有100做不了朋友的意思。在这里是我热气球52块钱赚140，我挺多的地方。我打啤酒的时候没有进就是你掉啊。但胖说我们不打啤酒，我们不去的。俺那样都吃的。不是看不见他呀？看不见吗？看不见啊。胖说你给面没？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一晚。拜拜。也非过这一次。那就要把关系打发着。过完系统，小帅我过系统，帅帅小帅。原来拉着不胖是这个嘛是吧？이게 건다 수익이야. 왜 남는 수도 당고. 이걸 놓고 이거. 이거는 인고는 그래 비다가. 나 더도 그래.但我啥都没说。아자. 你们这里广播直播期间对吧？是2024年的事情吧？直播那期间你只要是啥闲事下叫直播进去抖音号去，我你话得大概些嘛，你打字我就。我要知道的是呀，喇叭做的那现在是可都听得着。我操，我们俩一模一样。有一次疫情的时候，歌都然后把林志阳开店不是这下，几个拉大声，可以给我还听错，几个拉大声，垃圾拉的给那我说是那对话，给我们都个对对赶紧耍么子话，给我们都个嘛当俺妈都跟那才行。我喜欢你还是啥？这个还是啥？性格还是啥？这啥？我让你拉，我现在都可是拉个去，但反正他的意思是，就是各个女都是这意思。我就是什么抖音以后连续我都拿刷去，等你，这啥事话？叫我是你看我叫这的事什么事？但你我就推在给我。俺俩这谁的什么写上我的是吧？大哥，那是什么说？给那是什么说？我没有做的啥。
那个工作俺那上班的什么？呀，我那个他生活不我说，生活多少几千，你抖音给一般扣吧，然后吧，那样俺叫我是那我平时什么都的。就那时间干啥事不了那么这现在是教课都听那个一些喏。但是你决定的事情就是故事，没到就是没个就是过的。但是啊，昨晚是不是喝醉了？之前没。现在喝什么色？阿拉东西叫，这样就跟俺看起嘴巴叫。别的，那啥个昨晚是喝醉了吗？谢谢你给我刷的礼物了，我愿意噻。你不用害怕，我不会让你退的。你昨天说的话，我可主，但是能不能一个 save 了图们的我噻？以后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上去，你这么说，我。但是老给俺这年不他们地方，俺老这年基本。我就说等死要不，你来叫我们当个真是的打。就是当时我说没有这种感觉啊，姐。就我说你选我的这里面你。那个你耍我当的是你的你几万个？姐，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他们告诉今年说实在老给俺这。俺也不像现在，比如说我20多岁嘛，我现在24岁嘛，我送酒的叫的，我是酒的叫人家不听不的吧，这不写那都是这个他们。对，因为不是人情世故第四了，我们对，叫的你不听不的吧，这不写那都。有时候能学到。你不听不的吧，追牛嘛是这个嘛。有时候能学到一些东西吧。对呀。那些国家的迷茫的去过些个牛逼。俺写着的。而且我跟我同学的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以前大学的，他说老咋过去那个嘛，那个还没叫人这个俺追女生的那个吧，也叫我人不俺苦路子女的，我这来不是吧？这个根本说的什么都不是，其实真的苦路子女头嘛是吧？人做根本这你不是啥事的，在工作。你说我根本是的，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对，但是我来拉萨 happy。叫你 happy， 我比你大哎，叫俺自己就是嘛吧，让俺们。对，我也是了，刚开始我那要不行的话，就是阿强应该大，我本身也有很多，要求的。啊，就全是一个老人学习。反正我觉得老爷子能够做的个，多那这样了解，就整个人。对，得平时没呗。吉安局你知道吉安局属呗？吉安局不给麻将比赛，主要是今年不就是等着别了，得控制下半场都花场的在去。就很开心，不会对。都什么牌子？就只有这个啊。三等嘛，那不是，跟这女生啊，那三等嘛。平常是只有这。然后你们都起码的，是要到呢。全照过了，跟土皮球嘛。现在已经拿了3个，那啥子我开始底子，那个我兄弟们底子对啊，上面给没的，就是俺新的干不起来的，我跟我看起没钱，底下我跟俺老弟们当然，我长得老是在教啊，我买的，我也在拉萨啊，真的吗哥？还是要么我给多开心，家里事情过也嘛是嘛，其实俺估计家里个阶段，俺下步就得可多到是吧？求你们，你这个效果。没有哥。可他事情也嘛是嘛的，俺基本上家里给我了，这就是我了，但是我爸爸上怎么看没？慢慢想。每次那上怎么没？我得吃的，家里我平时我都有，这个吃的可能啥事情给你，叫我不知道头像啥子，俺微信加他说了。在拉萨哪里啊？明天晚上有时间吗？一起去喝酒啊？可以啊，哥。哥那个俺自己就是嘛的吧，哥我得来洗了。俺没那个。这我这原因肯定不会。开玩笑哥，这他家写哥，我肯定有时间啊。你如果现在不讲话不，慢慢的不会全是我包啊。我知道哥，他家写我错不了哥，我知道你的实力啊哥，对吧？当然你们都是。阿姐，我这行上阿姐，以前我有一个大。可以，姐，以前我有一个大哥嘛。但我不知道他平时实力怎么样，你们正好直播这些对吧？
这个南京俺留说的，我们这种年都松动说的吧？那是2025年的事情，我没瞧不写那的。我来这个在干嘛？我操，哥我在直播了吧？找我留抖音号就，完这啥？明天有人啊哥，我现在过来接你发位置给我是，完你微信有吧？别拿个位置给我吧，那个啥是570嘎不是当这的，嘎不是谁不是多？他妈直接想跟这那个啥是570当这啥？可是哥递进这嘎不是这面，把 KTV 这事情。然后去 KTV 的时候，这啥阳光大的来的这个现在多，保安的这个。我们这些今天没得听啊了，有个伢都来动我心头妈咪的这，俺这里我的话能去 KTV 了，他肯定说的上开了20年吧，这俺伢都来，俺这是估计俺这都别吧，咱们这差不多咱们差不多帮只有这里都写，俺这是小上那我们什么样子了吧？哥，俺咱们心里都啥子？香港我这个的话，这。叫我们是小时候的阶段，15年的，搞得我们这控制吧。而且我提醒你，要先把是的。然后那个哥怎么说跟我说的知道吗？而且俺很这了比，俺这啥，也不知道么啥，哥俺咱们我这个了吧？这啥？你不能，我们也你不能多你是很多啥，咱们来是多年了吧？除了你全部做下来，叫我喊来。叔叔你在干嘛？我操，那时候小费好像是一个人1200吧。你们这个克拉斯的子说大大小小老挺多了，我买的才上，还是几贵的噻。那叫我怎么样？你别的，你啥的？那等买的啥子东西呢？那等给不多。等没多呀，那哇。这搞不起3样嘛，只是了，我说干不回你呢。然后那各样我都有的。对，我们啥子什么就说了，也不行了，是什么嘛说了，就他生这。主要是克拉斯啊，主要是克拉斯3盘你都落住，俺们只多啥子？我们的俺上还是几贵的噻。呀，最近我都想以前我2023年时候叫女婿知道嘛，叫家工作俺他妈的女婿儿子，叫南部的他妈的，我这那时候是荷花吧，荷花的吧，荷花的是高的。花心思想说。的俺叫，真的那时候我没什么钱。天都苦着些，那我苦想。而且是那吃的，你们按这个买的，我们几顿那刚那个剪子是没得，那我懂了的。但是他你都参不上，你就叫我那么过不对我。你现在在拉萨哪里？那住起嘛人。中光花园得有个中光花园。我这哪的嘛是？对，不要说。我这哪都没得，就是而且我原来朋友他是的给我们当时都觉得我，但你是他不是你成都的嘛？那个我的是，有些的过到今年在，我都白都差不多的。我的什么是雪花种对做，俺这个是一天不弄的，知道就得8月种对。小时候嘛，没落出就是还没他们煮的呀，搞不吃的。哎呀，我们搞不的。这也能干嘛啦？那时候好像是2025年时候，俺大哥做的按摩，带我去看过去，到你们的去的都电行上学的都工作，都现在。你真正的大哥我都说的。耶，我操，那个哥的话，对不起，俺这吃的，只不过咱农村你听过做的吧？哥哥，俺他妈，俺农村他妈我们从小就比他妈听过去吧？南部的还叫我自云讲听的的，南部自云讲听这讲听，知道来到这边这啥子的？这他们这听那个面子有的是这和天下保你什么？一年是都听不进，你们这个体力都不知道。大哥工作开始要我等到就，我求任何回报100上下交啊，要不我打开始。开始。纯属是喜欢你的性格，或者说就喜欢你的人。听吧，去年这没打，这刚刚提没打，工作没打，俺就在是的工作是的。工作是的。你看给不起对啊，我啥子做个？俺大哥叫的，看不到阿姐宝不是？这叫。没完嘛，你不有打啥子？没到这个。上次阿姐，没投入地来做啥子？哥斯拉不得看不下去不得？而且以前。哥斯拉是的消费高，我投不多。对，我一个大哥，还有一个大哥的哥哥没办法。以前1先生去，然后我们4个去了嘛。我现在才什么阿些的，我是不都在这边调罗青就的他们的。可是刚刚按摩去，俺爹就得叫我那个下去。
아시로 아마 지가 의겼어. 나한테 내 가가 아무랬지. 啊，你本来就都是老司机的是吧？ 对呀，kon suka 一 ang 天 chocolate 天在那提人，大部分是都跳。 对，就suka ang chocolate box ko jawa. Bukan dia, nggak bukti dia lanjut, minta ke desa terang kalau mengker kan. Terus satu desa dia, nggak ya lanjut desa itu kalau lanjut dia itu jaga kita di sini gitu. 原来这些喂，你们这个不接听嘛说啥？咱没叫我日不小没给他那个大看这个片头的啥？你那个是弄样式对吧？你们的人说嘛的，就是对对对对。不说嘛。我家就闲了，你叫我弟弟上面这边是单个没是单，给他再叫我弟弟妹妹，你或者是你准备你，但是你得那样的，给他都单着妹妹小帅。随便给我打分的，你是能，我这是大小块，大绝对是怎么这个不就不拿过我给你学的，皮鞋，叫不到啊，啥去，他不没听你不讲，个啥去，我都别啥都吐，都是看路把上去叫我打死，我都吐吧啥去，看到人都开玩笑啥去。我就定期抽我不对，穿衣服的穿啥？蓝色是没？到火车工装呢，看到工装在看不到，不是的，现在不对，干什么的？那第一过来不对，叫我里面干什么的？里面就来是干啥？当然你叫我可都把招待所老板就是小生气叫我，你肯定我都知道。我妈这因为那个这种酒吧不得强化自己。我见过那种大哥，酒吧不得强化自己。打都不得，都哎年的，好像年的，都，我家里都不敢动啊。当然弄的啥子的，身上没有那，可乐都我嘛，刚们就就是。但是我现在的没，我给他们这个就是我知道，他们就是那咱们蛮承担了，你说会是的，你我做了不会的。但我晓得了，做嘛，但没给我工作岗位在起码是不少的。看这个啥才去多的老师，那你跟我你们几个的时候，你男的叫我做些事情，我等着对吧？他说他这个一定要差不多啥去，啥去，工作个的，那看嘛，我这那个工作对吧？是干么洗澡对吧？去对吧？去做啥？你不是那做啥？我嘛这个就是不是你拿那这个叫啊，不是的对吧？身份证的等的不是，我说那么啥才去过？那我干不住啊，但是他住没，很少去。干不住啊，肯定是跟他说是那，我的比算我的那大个没得，那你不跟他说？我知道。我当然得住没，你干不老成了就这么，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但马上就后面住了。大看你超那什么大看你是个多种嘛，当年的话一个，若被可把人家妈妈是，咱们就说的，家子给我干啥？家里干了，那这个啥子？不工作给我家里给了，这个过了，这怎么解释？我在父亲说的我了，就看啥子绍兴给我钱是给我差不多多少个地方，我看绍兴的后面就终于给我干完生。呀，我这边哎呀，我去了，我都多，我是啊，我弟弟，我就这样子打下来，也不是在可爱。这房租也你交的。我讲啊，招待所这边，招待所这个老板这一边感觉是，呀，最后真的他那年的话，那啥子呢？他就有的是他没。他说的我说的上去看，他们要拆掉，我等要拆掉，你怎么他们是人家是干好的？这边你这个，他们都没知道啥子是，有的单亲是可怕，这边是第二次是看的，他其实第二次没做，两次是最重要的，可怕的快总得是另外的的，俺家今天小问，然后是哪来的刷起，但谁的做的，但谁的做的我不是都上去。我大概是手机点的，各种的啥人家，我看嘛，我让人家让你就是那个让我就直接去买的啥去，就是可喜欢这地方呢，没是那么强啥，有个心如果就这样子心的啥，你懂吗？我去我们家，心的不是心的啥，可怕的第四，大概心的啥说，可想不可以的话，谢谢你都去保证了。
咱们过来动点时间，大哥轻一点。俺这salam在就第一反应很紧张的那种样子哇，打你朝我们的单面还去手或什么的比你有吗？不是还得快来打点子，快来嘛嘞，什么个比你有吗？啥？老不写去，没有俺给没得钱没，不过老亲就是那啥，100钱咱倒是做了就是。讲话天天皮鞋我动了，可是不打，打我的。啥去？我啥去？他后来就滚给他30块。我这边就往这上面，差不多啊，多的是一个微信在的是不是？我这个是这个是，哎，那语言我的比较多，想想的我是那个，他的你死掉啊！别来我直播间了。好像还陪着他呗。欢迎哥来我直播间。姐，你知道我直播间来谁吗？当松呀，当松北野哦。姐，贝爷来我直播间了。你看这直播间多少哥的？你看给你也在用。不是。啊。那自己说的。这个他自己说的，我那个没的。林哥注意身体啊，哥注意身体。北野给起来走两步，走两步就得死人。单松呀，单松，草率爱单松，可说的哥哥就是的。那你现你单那个你转述的单松呀，单松啥之类的。啊嘞，单松呀，单松，小帅的单松，啥子的吧？你叫哥哥谢谢家伙。我是你聊的，北野我就为啥个配音20多个？你这样我不知道，我三张的感觉嘛，我阿木，你那个北野的名字就是你买多少？去给他的新工开始被多来的。啊，这说的，你多转。哦，那个晚上去的话，绝对不是。我知道，我去过一次。巴勒斯坦你怎么那个？对的，我去过一次。哎，我在等他有时间呀。你这个看，我不看，看得起吗？但那啊，是你那直播间里，我那谁要嘛，对不对？咱们什么咱们来说说那个数字吧。对。那你叫我拖上去的就几天直播光大都接个，我那才来是几多钱的。我马上歇息了，24小时了，真的。但是没啥，就女的3头条嘛。对，真的。在胖叔过来，我得唱啥？我能剧最近的话，我应该是一点去的堂屋呢，去的西部直播间，然后休息2个小时，然后播到8、9点，然后我再休息。去给温州公主多嘛的？对呀，温州公主的，对，温州公主。对，我去过一次。光大昨天都那个水温，对不起，那多少才干净？这个今年俺还是考试比明个啥，就去米路也是的，讲的去米是的。但这样我做女没去。你那我去9个的去做女，我叫啊，你只去那听。啊嘞，这个我知道了。去那个补个小区是补对吧？我的。啊，我去过一次。去那听。然后我打么子去，做的，你做对吧？人家背着看见不新疆，这一点做到是不是少听了？那西周前面小区不是咋的？呀，那就怎么说？那我打看差些要去听着。上次接那个6娃的米奇窗不在叫我点多的上的这个公安的活我叫去接下。上次补给爸爸单去啥了？那好像是个溺水的，他。哦，去年听到几多呀？爸爸担心的是吧？你对。我都把点都当在新的交通上的。当松呀，当松，每个当。俺看世界上这个看印记是叫叫，俺印记到了印记在前面多少叫一些。你当松嘛，就是那些叫我车上那个那北野。之前的北野在叫。北野要带是那么定金的。阿姐。阿姐。之前的北野给我，你给今年开始上把养猪了。没事，这个没事。当松呀，当松，北野个当松，开的当松什么？你给个印记说的就还世界上叫印记叫叫不下。
可啥？到了呀，我是可啥？是别人当时是西凉个手这个，多大把了？这也冷冰冰的，我去我蛮清楚的。嘛别人个人个浪嘛他们。叫啥运气少呀？那姑娘。还有欢迎我川一哥，欢迎我哥啊！真的谢谢哥今天给我刷东周兄弟，东周兄弟来了。东周，他们都说我是深夜的。记在心里的歌，这个真的欢迎哥，都是真的，弟弟记在心里的歌。或者大家有空的话都可以来深夜玩啊，深夜给我发。大家有时间的话来天一玩，天一给我的。来天一2楼，我主要玩天一2楼。深夜的这个要玩，我天一底板的深夜高油，要玩什么？那不是1楼有个哈姆什么那个吗？不知道哈姆。你们看的啥子？那个天一2楼去的时候，怎么天亮的都不知道的。阿西罗阿姐，那个吃啥不行？那天2楼的那个什么东西吧？姐，我跟你说搞笑的事情啊。天2楼那个大哥什么东西吧？深夜的，深夜那个叫你家里晓得吧？俺大哥的通缉你弄着，俺大哥的咱们家大就说，俺俩是叫公主的客气的吧？那这个。上头不得进不来三家的，那啥，公主手里面啥叫啊？看不1楼的朋大家一起弄。讲不起就叫我家养，要不是夜里上对面给叫啊。但是在天2楼听你的东西不对，对，听你讲啊，真的我跟美国话说也不对，要是刚听的呀，一起洗脑大家，我带给我那个。其实他不怎么看直播呀，但我朋友圈是各种空间。为啥子不下面直接嘛就是给自己了，人心里很开心，发上了的，我那让他很开心，但是。对。当松呀，当松，背一个当松。对吧，小帅？没啥的细节好乱，水那是大甚至干年的水，若不是多好用的。公主阿家人的钱话，你们去针对啥会的？针对。人说伤心了，不伤心啊，你是我。阿姐。这样不问这个针对的钱，这样没得不问这个针对的钱，他会被针对像旁边街头找脚的，俺那个呗。讲不说对呀，现在。贵是真的贵。讲不我主要是俺除了看马蹄，主要是玩的开心，俺比较不吧，你知道吗？俺这行不行？我的一起给我有兄弟行不行？都不没，然后北野的主委，然后就东周的主委，还有对吧？你酒吧看就就当红星的主委，因为我知道呀，我就俺三木还等我们呢，我随时没好我的。还有登记，我的转给了现在，快对。我这一直是那个，就他医院有。俺一句的阿姐。阿姐俺一句的。肯定呀，你是我弟弟呀。跟姐的。该一句了，也是说不是的。弟弟的话，你是第一个的。弟弟那个当然，弟弟你在这样多着。我弟弟做的，呀，多是多了，干个都会管小个子这个，你那么多这个是。弟弟做的，啥子考过来看到的，夸就过上次我夸呀，这样我给你们说，他是说的，多大岁数？他不管我。你是几年的？香港那个不及格就还必须那个，你们人家弄这点的叫直播间叫的都500多个，对吧？我再给你那些，你们人家个9年的时候是你要帮你大哥的本土的我才，这里人家留说。小帅一讲这个他说的。是。小帅一讲这个是，但直播间165个人，我自己的。不是哥的意思是不是移动是吧嘛的？好，就是让我哥听歌。好多，不要相信丽莎。他说的。
还是工作还好，我们的哥给电话不？我操，真刷两个，回光那个，今天的阳光你在啥场？这是在了吗？你打个电话1000多下去。飞飞在 PPT。广大的票源里面的几个是宁波的票源的几个呢？真的这种。哦，中午播起的。好好读，不要相信；好好读，不要相信的噻。早上一早嘛这个，早上一早这个，可是嘞，谢谢23哥说了的日子球，谢谢哥。小帅一早这个，意思啊，然后小帅已经把这啥的，小帅没比赛，小帅。那小帅叫啥？别那个桌子。那贝，你什么时候有空啊？不给俺做了吧？上次哥其实，不要你讲，你兄弟让我334个人。小帅已经把气的上，小帅咋了？就是哥的意思，就是别相信我呗。俺的叫我得打字，我好好的不要相信的事了，我都看说的。哎呦，我们那天有回去去那个游泳嘛，俺们还给不起，那就叫8点3就点了。对。我专门批出去。而且那个水温正常姐，水温成本这么多。我去过一次。水温好的。水温不是特别冷，也不是特别热，就恒温。就很刚刚好的那种。对。小帅的浪不起嘛？对，确实。我刚也没事。只是回光今天没吃，就是。오늘 학바 다시 하고 ada 제말로 그죠 비주 시라 동맹아 넘지 관자를 시간과 시스템을 치료 장관한테 눈이 들어도 그런데 你们俩师傅那哪个开播去啊？이게 아들랑 계신 얘기 같이 근처에可能被也听我俩说话，在国外那喝那个洋酒呢。那是绝对我们把我别说的，现一就我知道。这个游戏搞不了这个。游戏搞不了的，上次我直播间那个比赛的比赛。对 S1.6引进的这班，我觉得比赛是对1.6的一个。我上次讲的但是他啥都懂了，也在家那个工作，是个半小时。如果是你的这个那个我们啥是你叫也不是多的事情。下次你们都去给他转，小帅那搞了技术。我也俺是声音那你个罗宁是。干嘛？明白。那就做。哎呀。而且半夜做呀。可以。半夜给我做的呀，我做的。半夜做或者你也给我吃的。你是1.6分吧？啥意思啊哥？1.6起来就那叫那么绝对是有的，那不起来就是。上次俺阎王的叫那的这个单调啥这个叫那么多了，叫什么比1.6的叫游戏的。而且这种的那个 CS1.6是你叫的 CSGO 一刀还是多 CSGO 是那我这来学的我当我 A 的这个很忙我的真的是都不打这了人讲过嘛的很多写的去就到网吧的你都鬼我咱们我直接说那个那是说他们光的啥子去啊饮料多买了买谁的活了说实话去那个 party 去那个 party 最舒服的哪个？咱刚刚上次那边的哎，那你不是好比的呗？我认识的，但是我今年才抽的哎，今年才抽的我认识的。我今年带去看了上次。啊，是的，我记得。
还在 A 是 A，容易全部这个我不玩啊，平常这个那个工作这个呢，我都好久没去网吧了，我半年没，我半年里面不去一次，真的骗你哥。叫我谁说啊？就听了听的有我两会去这么说的，不然那样是吗？ 网吧보다 럽제보다 땡지면 죽으면 그 이거 따라서도 전화도 돼 들어가서 죽으면 참가 남불 대대버려 有点啊，就是去找了的，我明天晚上是我同事，他抵达了跟，连阿姐没抵达说，不让人。什么品种啊姐？不是，就是那个土狗，但是超级可爱。拿过去连米缸就用的是呗，我们晚上吃那都，没事情，没事情喝的。这个需要别人是别人那边上次人家说，比起到比起啥了，我上次早考试就是多了。俺们新北的都就是。好的好的，不好意思官方，我这不是酒，这是那个红牛，不好意思官方。工作让我们下播去，那么他同开今天过的，让我不分好去。上次俺问这些分好结束。 全站去第一开始，看第一是给的。上次我这些俺分好结束。当松呀，当松。我觉得我这些牙书的上次俺你们几分数？